1万块开放登记，2点钟内已经有27万多人，头5日是照正行号码买数咧行。有2个外国人对中部到南部4界咧甲人分，移民署表示，因是摕观光签证入来，会依法甲遣送出境。中华鸡仔烧葡萄乖乖一日卖1000包，网络已经有人咧代替买，这款酸甜的滋味有影真抢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5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今日开始普发现金1万块，拢总是有5种方式会当领。即马已经开放登记，司法部表示讲，头一天呢，目前也是顺时。对8点到10点，2点钟内已经有27万多人去登记。提醒民众为着要避免这登记的流程塞车，头5日是照这身份证，也是讲居留证的码数咧行，请大家都要注意规定。真侪民众关注的普发现金1万块，11月初5开始，民众会使伫官方网站先登记。为着要互民众伫网络登记的过程拢通顺时袂塞车，所以头5天有照身份证也是居留证的统一编号码数去分流。初5头1天通登记的码数是0+1，初6是2+3。照安尼推算落去，然后到初10开始都无限制买数咯。上紧是11月11和12都会入销。有民众讲，也未想讲要安怎用，嘛已经有人拍算要做旅游基金。还没想好哎，弄会使啊，买物件啊，去旅游嘛会使啊。先存起来啊，明年打算出国啊。伫咧普发现金1万块的官方网站，也有说明5种领的方式。除了网络登记入口做，若是有领政府津贴，也是年金的人，11月12会直接入口做。另外11月17嘛开放 ATM 领钱，也是11月20通早证件去邮局领现金。也若是矫正机关受用者，也各有偏向的民众是会自车发放。司法部表示，自早起8点开始拢有顺时，然后统计到10点已经有27万9千人登记了。网站上面的人数啊，差不多13000人，上悬的时阵是8点。这人啊，一概走起来啊，会互迄个民众啊，伫网站上面啊，先等一下。啊，然后呢，人啊，有头前有人登记了啊，伊就家己系统就会甲伊迄个在等的人啊，诱入去登记室内底去登记安尼。也毋过，普发现金1万块上惊拄着诈骗，财政部有甲司法部来成立防诈骗专案小组，已经有抓到4个诈骗网站，因假影做普发1万块的官方网站。目前政府已经甲网站封锁起来，避免民众去互骗去。财政部提醒民众，若是收到假消息，也是有奇怪电话，嘛通卡165反诈骗专线来通报。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讲到这诈骗，有2个外国人呢是对台湾的中部到南部4界甲人分，有民众赶紧报案，这移民署呢就随甲警方做伙甲人带回去调查。也那移民署是表示讲，这2个人呢，因拢是摕观光签证入来的，毋过煞4界讨钱，讲要来抵赔，这几工已经无到7000块啊，即马会依法甲人遣送出境。这边，或者这边。警方来到人家家己文化路夜市，虽看到2个外国人坐伫路边伫甲人分，一个像手吊箱包掉咧，一个摕纸批顶悬写中文，讲因的银行卡互冻结，需要6万块医药费去抵手，爱人捐款，有未少民众关钱。不过后来有民众发觉，这2人是变身啊，一路对台中家己搬到台南，用这款极可怜的方式骗人捐钱。第一笔坑了后，有民众感觉实在真可恶。这可恶的代志啊！佫叫外国人骗，哦，佫看好脚好手了少年。因为2个外国人无检查到人，嘛无硬要共讨钱，因此警方敢若甲人赶走，爱金袂使佫共分钱。不过这件代志已经引起移民署的关切。其实这2个外国人话走来高雄组，惊甲人分，现场也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认钱出来捐。警方遂通知移民署，甲人带回去调查。会讲中文吗？会听中文吗 ？No Chinese English。经调查，2人推脱募款是为了治疗手臂脱臼。想要筹措医疗费到越南治疗，总计募款所得大约新台币7000元。经查证，此类行为不符合以停留签证入境的许可目的，已违反我国入出国及移民法第29条规定。移民署表示，因一个是罗西亚，一个是白俄罗斯人，来台湾是摕观光签证入境，袂当做甲观光无符合的活动，伫街路甲人分钱的行为已经违法，将会依法甲2人遣送出境。记者林伟霆、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
另外来看，有民众咧伫咧面册顶头是看到这台南市的警察局咧找防诈骗影片的临时演员，一天的薪水是开到2500至4000块，有影是真含。警方收到通报了后呢，随出面来驳回，强调并无这款的活动。因那台南市刑台即马已经扩大追查，呼吁民众这诈骗的手路有影是真侪，一定要提高警觉。 买手机也是真侪人逐工的日常。即阵伫咧面册社团，有人写到台南市警察局要应征临时演员的人才，要来做防诈骗的宣导影片，一工是2500至4000的工资，伫网络引起讨论。警察局嘛随出面驳回，这是无影无遮的代志。民众嘛讲，网络世界拢是假消息，加减的心惊惊。 叫你走外口有无？叫你摕物件咧就好，啊，足轻松，1点钟2000块，我感觉拢是诈骗的。我感觉这诈骗哦，感觉足讨厌啊，拢造成哦人甲人之间的无信任感啦。本局也立即在相关的官方网站来对外澄清说明，并就该假广告来实施下架及展开后续的侦办作为，以避免民众上当受害。 警方指出，目前无人受害，即站等咧调查。若教授掠到会以早期做侦办。其实即阵变成的诈骗手法有影真多元，有的用爱情咧拐，有的是出奥步，讲会当协助人转卖灵骨塔，佮个对当中趁利润。另外对初五开始通登记普发现金，市府嘛毋敢大意，加强宣导，提醒大家爱谨慎。 有一句话叫“假可以弄破万”，政府普发现金，大家要领取还是要小心领取，避免就是说网络上很多诈骗。那平常没有普发现金的时候，网络诈骗就一堆了。现在碰到了普发现金，那当然诈骗集团真是视之为一块肥肉。 台南上侪人行政区因控根据统计，今年到单诈骗前3名是假投资、网络假拍卖，叫解除分期付款。警察局嘛讲，拢拼死咧宣导，嘛呼吁乡亲若对方讲到钱项，也是银行口座的关键词，爱特别细腻，嘛通卡165反诈骗专线做确认，避免赚的辛苦钱白白乌有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已经连续落雨凉冷几若天啊。气象署是讲呢，明仔载开始，这东北季风减弱，这个拜六礼拜就会是好天。也毋过即马呢，伫这个西太平洋是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咧发展，今仔日有可能就会正做是第26号的风台凤凰，有个是后礼拜一上晚近台湾，也若后礼拜2影响上大。 这几天天气凉冷啊凉冷，气象署表示，对拜四开始水汽减少，温度也会回升。民众伫这个拜六礼拜也当把握好天气。但是西太平洋海面上目前有2个热带系统，一个已经变做风台海鸥，走对菲律宾；另外一个 TD29，上紧伫拜三会结做轻度风台凤凰，后礼拜一上晚近台湾。 北转的角度和北转的时间会影响到距离台湾的影响，所以它可能会从台湾东半侧外海北上，甚至是特别接近台湾南侧的海面，或者是往偏西边进到广东的沿海附近哦。但无论如何哪一种路径对台湾影响，就是周一会接近，到周二就是影响台湾天气最明显的时候。气象署嘛表示，拜四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对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除了北部山区、宜兰、花莲会有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份好天。爱到礼拜暗，新的东北季风增强，才会影响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 那所以对于中南部的朋友来说，从今天来讲开始，一直到周末一整段时间，都是为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那要等到礼拜日晚上之后呢，是下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那主要影响还是以迎风面、北部及东半部为主，降雨几率增加，特别是北台湾开始转湿凉了。 气象署也提醒，虽然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有转好，也毋过爱注意早暗的温差真大，也爱注意拜六礼拜过后，因为受到凤凰风台影响，部分沿海风影会较大，要挖近海边啊，就要细致。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宜兰南方二进安宫呢，即新宣武妈祖竟然是掉贼头，这金身顶头的宣武甲金莲奶全部拢互人家乌去，损失差不多是2000多万。目前这警方已经咧调查，也求封锁线暂停拜拜。 今次去画面因看到这10个人全身包安为南方河静安宫大殿后边，到黄金山河妈祖神像进前，用家刀将顶悬的宣武黄金配饰提走，后来因为缺乏保全警报，惊甲赶紧逃走。
庙方人员发现贼头好亲像是半暝11点外位庙后边的山路，跳到这河边顶悬，搁爬入庙的二楼，破坏插座头了后，进入大殿内底偷听，有的人也被人看到伊的手印。会做生气的吗？生气。系啊，就是安尼。大家嘛唔敢嘛，阮这信徒嘛唔敢。唔好啦，敢偷睇啊，咱是一袂使的，我看了足艰苦的。既然南河河进汉宫宣河妈祖是地方信仰中心，庙内这个600公斤重的黄金神像，被偷走2粒酸乌珠、10盘红色酸河破链加4罐白色酸河黄金配色。被偷了后，明显无亲像以前遐尼华丽，连开启妈祖神像的念珠也被提走。庙方粗估损失达到2000多万，这毋是第一摆被偷。庙方怨叹曾保全也无啥物路用。这也是呼吁讲，咱这切节，你若有苦衷，你就紧来甲妈祖你也提出来，因为这你真正歹消。警方来采证，调监视器发现嫌犯已经驶阻拦车导向北宜公路，目前积极侦办当中，希望早日破案。南丰河静安宫现场已经有封锁线，暂停互人来拜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这新德县的明星科技大学呢，这几天啊竟然出现3只牛，而且呢，这个牛佮行去人的运动场咧食草啊。校方讲，就是厝边所饲的牛偷走出来，即马已经要求对方赶紧把牛牵倒回去。学校运动场竟然有牛伫顶头食草，而且跟哪行哪食。新德县民生科技大学最近伫学校内底看到3只牛，四界乌白走，而且完全唔惊青昏。其实蛮新奇的，因为很少看到牛出现在校园，然后这是第一次见到牛。会不会担心会有危险？其实还好，因为它感觉蛮温和的。我觉得很震惊啊！我想说，哇，是谁放牧来这边吗？但是我想想，不可能吧？明星牧场吗？对啊，很扯，很扯。吓到。根据了解，这几只牛是对附近饲牛的农场偷走出来，学校把通知主人赶紧把牛带回去。不过要找的时阵，煞经碰见，目前牛应该搁秘伫学校内底，已经派人走找，就惊去造成学生危险。我们原本养的地方，它就是自己放养嘛，然后它会出去吃草，晚上会回来，但是后来就没有回来了。因为我们有跟学校联络啊，警察局也有去备案。后来他的那个学校那边有通知，我们将牛只呢赶在我们校园的后方，避免教职员工生接近，因为我们还是想要预防牛只会不会有这个临时的攻击。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遗失牛的事主，事主表示呢，在今天下午会启动这个载回的机制，那会请人力还有货车到学校来去做移动移运。学校提醒学生，若是有看到牛的时阵，千万莫紧我。拜三下晡，牛的主人也会派人去学校处理，重早把牛找到，互因转去家己的处理。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来看这台湾人的点心乖乖呢，这阵啊，这口味是愈来愈侪啊，就连中华 KO 也发展出这葡萄乖乖，这礼拜正式伫农会来卖，逐工透早呢，这人拢吵。农会大门也未拍开，门口埕就已经拢是真条。奇丰葡萄是中华 KO 的农特产之一。KO 镇农会参食品公司合作，用奇丰葡萄做成四手啊，未少民众嘛用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品。新鲜新鲜啊！大家稀奇啊，唔知真侪人来咧摆。我摆第三天。气味安怎？就是好食，唔使过来摆。KO 农会表示，中华 KO 镇的奇丰葡萄采收面积有500多公顷，产量是全台湾排第一。但是这几年因为气候反常，葡萄愈来愈海静。为着帮农民斗行销、推广在地农产，农会甲食品公司合作，利用在地葡萄甲豆米，研发出用米做的葡萄四手啊。因为咱在地就是生产咱的豆米嘛，吼，啊，佮有咱的奇丰葡萄，所以阮的团队就有这个构想，计划了一年6个月，奇丰葡萄的米乖乖，用来替咱KO镇行销咱的知名度，啊，农民会增加伊的收益。
气候农会表示，过去农民种植若交予大盘、中盘，到尾啊利润拢剩无济。透过加工，毋若提悬农特产的附加价值，嘛会当替农民开发无共的销路，创造农友、农会甲消费者三赢局面。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这非洲猪这的禁运禁态令呢，这礼拜五就满15天啊。即马检方是同意甲迄对猪农的爸仔囝呢，押登去徛家来采检。另外，这饲猪场今仔日早起邀过来采检，毋过报告到当时还袂出来，敢会当解禁，就要等指挥中心来宣布。台中市太平区吹市透早，民众看到一只麝香猪伫街仔路落落数，因为即摆是非洲猪这疫情期间，中央禁止全国的猪离开猪场。全部都嘛包括在内，所以台中市政府初五宣布要处罚7个人。如果在外游荡的话呢，仍然会违反这个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是5万到100万非洲猪这到要解封时间点就要到，原本和台中市动保处人员走入去清消的案例场，初五早起10点进场采检，12点前后就有结果。另外，台中市卫生局得到台中地检署允准，该案例猪农爸仔囝登去徛家采检。检体送新北市淡水检验所，有给下晡留答案。我们感谢检调这个让我们能够将这个人能够带回住处然后我们延续上一次的9个点，再做一个详细的裁剪，然后这个检体呢，在昨天晚上已经连夜送到淡水的动保所了。全国禁运禁毒令初7就要满15天，另外部讲是毋要解禁，要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另外，台中市目前324栋猪喷拢无掩埋，市长讲，若猪喷禁饲令延长，会继续提供猪喷车免处理费、司机补贴，各猪农饲料的差额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个这非洲猪瘟呢，中央推测讲这病毒有可能就是喷猪无头。环境部长彭启平表示讲，即马各县市呢，逐工拢会增加500栋的即个喷，用小的是暂时的做法，未来就要甲发展做肥料等等，目前是要需要1-2冬的时间来甲转型。台中的饲猪场出现第一例非洲猪瘟案例，上紧会伫咧初6中昼12点解封。朝野地位继续关心政府的营养作为，像台中市政府即马拢甲喷提去焚化炉烧。立委就问讲，即马大部分的县市要起化喷的时阵，拢是提去烧，处理的量能敢有够？对于地方在这个厨余生殖能源化的努力，中央未来要提供多少资源？每天落差大概全台湾加起来大概是500吨，有些县市没有问题。我举例，像屏东一天40万吨，它内部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他县市都送到屏东去这个厨余去喂猪。那基本上如果那个断掉的话，被各县市处理各个县市的话，其他县市的确量能是不够，只能靠焚烧。台中市案例场的猪瘟推论病毒上可能是来自无确实采取过的喷，也发现误测清洁队的喷违规留予无经过思考的私饲猪场。立委问，依法喷只个若会当提供予得标的单一厂卖的分量，怎么要哪追究责任？这个饲养猪场还可以跑到这个无期清洁队去再送这个厨余，那这2兆，对。可以接受到什么处罚？依照这个废氢法还有这个饲料法的这个部分来处理，因为它不是在这个合约厂商里面。我们的罚则是3到300万的这个罚。3到300万是罚台中无期清洁队，还是罚饲养猪场？行为人。彭启平讲，即马喷的处理上大的麻烦是餐厅团线这寡事业被喷。有一寡县市只敢若有法度勉强达到平衡，有一寡县市也是无法度完全处理。即马喷用烧的是救急的方式，那长期也是配合农业部用喷饲猪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北公司新任的董事长呢，是由张聪龙来做。原底洪城要接手的这个吴音玲是继续做法人董事代表。也那农业部部长呢，陈俊贵伊是表示讲，就是看重这吴音玲产业的知识，也有管理的经验。原本话团吴音玲可能接任台北董事长引起讨论，不过台北市市召开董事会，最后提选总经理张聪龙出任董事长，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吴音玲，由原担任法人董事代表前虽然无接任台北，赶快引起在野质疑。选择吴音玲女士来担任台北董事
具备上述哪些能力？那我们希望说，借重他这个对台湾农业，特别是在当时他在推动北农的一个员工的一个福利制度改革，他可以提供很多的建言。顶礼拜五，台北公告农业部指派吴音玲担任法定董事代表人，佮换掉任期还未到的当做李顺营，嘛引起质疑声音。也毋过拜一暗，台北佮公告农业部换另外一席法定董事代表是张聪龙，佮随成效，上尾董事会决议由张聪龙接任台北。另外，立委也关注中选会包括李进勇等任命委员，初三任期届满，行政院煞无将新名单送到立法院审查，目前只剩4位委员，恐惊予中选会停止运作。我再一次跟大院抱歉哈，因为我们考量比较多，那现在我们先向各方来征询适当的社会公正人士，或是法律专业人士，能够进入到这个中选会里面来。院长，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月你会把名单送到立法院来吗？是。中选会代理主委吴永辉表示，除了需要经过委员会决议的业务之外，其他业务会伫代理期间照常处理。也毋过也讲，因为委员人数短期真歹补齐，这个月无法度召开委员会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国军又搁传出有人咧做中国的间谍啊！这是一个前宪兵队姓寇的中士，伊就是因为欠缴找民间的贷款，结果煞互中国甲吸收去，收30多万去拍即个反台独的影片，而且搁交出军中的资料。检方即马是照违反国安法定罪，甲伊起诉，求判6档以上的徒刑。宪兵负责国家重要目标防护，却传出有官兵去中共渗透，将台北宪兵队姓寇的中士敢若20多岁，因为积欠债务急需要用钱，找民间贷款，无想到去中共政治单位5两会吸收，那缴到军中的资料，搁翕反台独影片，收30万。北检正结起诉，讲姓寇查甫人因为小利反背对国家的忠诚，揪处6年以上的徒刑。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罪及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泄露公务机密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处有期徒刑6年以上之刑。那目前已知的共谍案件当中呢，有将近70%都跟军方背景有关，而发展共谍的方式跟路径呢，常常是跟财务状况有关系。台北宪兵队甲北检调查发现，姓寇查甫人去年9月去中国情报人员吸收加入5两会，这个组织要求会员反建和平，是由组织领导会团资讯，若是回报的重大消息，会当按件算钱。姓寇查甫人10月开始家己翕影片，搁翕个人编辑资料，回应对方的需求，提供电视剧连日攻击看后的心得。发表对两方局势观点，嘛承诺会提供情报资料甲协助，拢总得到30多万。在凸显中共他在渗透我国的时候，通常还是会利用这个所谓黄金黑原则，就是情感或者是这金钱以及威胁利诱方法来发展它的下线。针对国军刷变国安的老旁，学者观察，中国即阵利用地下钱庄，透过借贷免刑钱来诱拐官兵交付军事机密，建议国军爱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官兵安全意识。记者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泰资集团的创办人陈志，伊是涉嫌跨国的诈骗，顶个月互美国甲起诉。即马地检署呢是分案来侦办，掠25个被告，也有团10个证人到案来说明。尾啊受9个被告以3万至70万来交保。原来这个泰资集团姓高的这个人事主管呢，是互人声称羁押禁见。甲泰资集团有关系这寡人，对着镜头拢无讲话。台北地检署针对泰资集团伫台湾洗钱诈骗案进行大规模侦查行动，除了申请扣押高级厝、超级跑车40多亿的资产核准，随时搜查47个所在，具体25位被告团10个证人。案件依照诈欺、洗钱、赌博、加组织犯罪等罪嫌侦办，要查清楚泰资集团伫台湾登记的几多间公司的金流甲运作。检方先后有伫几多个人分别70万到3万不等的金额交保，其中泰资旗下的天旭公司人资主管4个月女子，半暝移送北检复讯。
去年太子集团的控股官网，中国福建出身的集团创办人陈志，丽华是慈善家，因过被人指控私底下以柬埔寨做基地，涉嫌大规模跨国诈骗犯罪。除了美国宣布制裁，新加坡、香港、南韩等国家也开始进行调查。因过怎么唔知影伊人伫倒？ 점점 지능화되고 있는 새로운 수법의 범죄 그리고 이제 가장 절박한 게 뭐냐면 젊은이들의 절박한 사실은 경제적 기회의 부족 뭐 이런 것들이 같이 맞물려 있는 거죠. 美国财政部已经甲太子集团伫台湾设立高金公司甲蓝晒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伫侦办行动继续扩大，太子集团伫台湾的组织架构、金融抑个人员关系慢慢被晓出来。 警方即马全力调查，要切断境外诈骗，防止台湾成为跨国犯罪中介点。记者综合报道。最消息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件意外，这是美国 UPS 的飞机呢，伫肯塔基的机场，要起飞的时阵呢，煞摔落来，而且佫爆炸导火。目前已经知影的是有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这跑道附近呢，乌烟是安尼庆上天。目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有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展开调查。画面内底这架飞行机当要起飞，毋过煞导火。 这架 UPS 的飞机顶悬载3个人，车是伫肯塔基州路易维尼机场，当要起飞就导火，了后规个爆炸。当局赶紧出动救人，不过不幸的是已经有重大伤亡的通报出来。No specifically hazardous cargo on board of the plane that would create an environmental issue for those around the site, but the impact. Now we believe we have at least 3 fatalities. Oh, I believe that number is going to get larger. We have at least 11 injuries, some of them very significant. 根据美国 CNN 的报道，这个飞行机的事故就有可能发生伫咧起飞 V1 的阶段，也就是启动时飞行机的速度已经到无法度临时打动，一定都要升空的阶段。因为这架飞行机要飞去夏威夷，要飞超过8点钟，所以飞行机顶的油是满的，差不多有38000加仑。UPS 伫咧在地有包裹处理中心，伫咧全球内底算真大间的。 每天差不多有300架次的飞行机咧出入，每1点钟处理的包裹超过40万件。另外，联邦航空总署 FAA 测试暂停瑞金华盛顿国家机场航班的起落，原因是因为一架联合航空的飞行机受到炸弹的威胁，无偌久了后有恢复航班的运作。不过，已经有超过190个飞行机组受到影响。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资料，这个事件也无经过证实。 到初5为止，美国政府停放已经35天。运输部长回答警告，欠卡手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可能会致使部分美国的空隙都要封起来。美国政府若持续停放，到时就会看到大规模航班慢分甲取消，因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无够，无法度来应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再来看，伫意大利罗马呢，一个中世纪的塔楼是传出倒去的意外。施工时内底是有5个工人，4个人是有成功走出来，尾仔一个呢是掉伫咧内底，12点钟后才总算互人家救出来。不过嘛，因为重伤，落尾救无回来。消防员坐分推，当咧救援受困工人的时，塔楼摊边下壁突然佫倒去。 消防员甲围观的民众赶紧离开，现场是土粉蓬蓬响。这个事件发生伫当地时间初3早起，位于罗马竞技场甲罗马广场之间的中世纪古迹空地塔楼发生倒去的事件。迄当时有5名工人当咧塔内维修，其中1个人随即为样带逃生，另外3个人也下赴逃生，其中1名工人伤势严重。另外有1名罗马尼亚籍工人掉伫塔楼内，因为塔楼结构继续帮增加救援的困难度，消防队用吊车将大型钢线放入2楼，为窗仔抽出装啊厝下。 救援经过12点钟，总算伫暗时顺利救出最后1名工人。也不过1名工人因为伤势相当死亡。 But as firefighters were trying to get the 5th worker out, there was another collapse. AP was already on the scene. We were live when the huge collapse happened. There was a big cloud of dust that came up. People just pulled back. The firefighters were covered in dust. And now they have brought in this extra machinery to get the last worker out. 空地塔楼伫13世纪是迄当时的教宗伊诺真爵3世为家族所起的。
14世纪嘛，因为地动受损，17世纪也发生过几啊摆倒去，后面出钱进行翻修计划。罗马文化资产局指出，青沙塔楼倒去毁损部分的结构，虽然官方表示开工进程的报告显示现场符合施工条件，不过罗马检方有关针对事故展开调查。公司新闻刘秀芬编译。AI 晶片的大公司回弹的是宣布，2026年会伫德国甲电信公司来投资一座10亿欧元的 AI 中心，就是为着要来强化欧洲地区的运算能力。也那伫亚洲的南韩，这总统李在明伊也宣布，伫2026年的时阵，这 AI 预算就会加3倍多，就是为着要来并入全球头3的 AI 强权。为了接平长林坤，随时伫咧德国慕尼黑宣布将会甲德国上大的电信商德国电信合作，建造一座差不多10亿欧元、换算台票355亿工业级的人工智慧云端中心，强化欧洲本土的 AI 运算能力。林坤也强调，回答会为德国带来 AI 加机器人技术进行新的工业转型。There is no question, Germany will be one of the largest AI markets in the world. How could it not be? How could it fundamentally not be? And so today is a first step for us to go and cultivate, to activate, and to nurture that growth. 德国电信讲，这座由现有设施改建伫咧慕尼黑的资料中心，会运用大量的灰带先进 AI 晶片，按算2026年第一季开始营运，会是欧洲规模上大的 AI 设施之一，而且全部拢使用再生能源。It is in a special prepared location, which is 3 to 4 floors under the ground. It is powered by local energy, renewable energy, 100%. 而随时大会包括德意志银行高层、德国政府的部长拢到场，表示这个欧洲上大经济体想要伫咧 AI 领域对战美中两个国家。虽然这项计划较有指标性，不过欧洲无论是伫咧议体设备或者是资金，拢输美国诚多。因那亚洲的南韩总统李在明随时伫国会公布规模创纪录的728条韩元，换算台票超过10个亿的新年度预算案，以人工智慧做核心，带南韩进入 AI 时代。 이제는 인공지능 시대의 고속도로를 구축해서 도약과 성장의 새로운 미래를 열어야 합니다. 南韩明年度的 AI 相关预算将会到10.1兆韩元，换算台票是2160亿，是今年的3倍以上。希望用相关经费发展基础建设、培育人才，甲美中两个国家并列成为全世界 AI 三大强权。因那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随时也宣布成立成长战略本部，公布包括 AI 在内的17个战略领域做重点的投资。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 因那这回台公司的台湾总部呢是确定要设伫北树科的 T17甲18。因那台北市政府即马已经启动甲成功人寿合意解约，副市长李树川是表示讲，这解约的金额大概是伫40个亿以内。 回答总部要伫北树科 T17、T18各界关心北市府甲新秀合约解约的进度。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透露，新秀早起将合约解约的钱公文送给台北市府，按算1礼拜就应上议会备查。在今天早上，新秀会给我们正式的公文，而且也把金额确定，看起来应该在45亿以下，但是这里面含他们缴来的钱，30几亿缴来的钱。昨天我们有在跟新秀开会。 那大概也确定了最后终止契约的解约金。那接下来新秀就会正式来文。那一旦收到，我们就会即刻启动后续的程序，包括送议会以及技术计划变更等相关行政程序。 新秀提出的金额比当初市府有5个8亿低一寡。李树川表示，新秀资金成本的比例加上新秀价的税金，当初北市府无讲税金，不过算起来成本甲北市府当初算的8亿差无偌济，金额总共伫45亿以下。 报议会核定了后，计出来金额，会谈会全部承收。这个详细，请你去请问新庄人说，他们跟市政府我都有在沟通嘛，我想应该很顺利啊。解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台北市民是不用负担的，对吗？ 对，绝对不会让台北市民来买单。分手费的成本也是回答会出，我这样解读对吗？对。
针对市府甲回答签约进度，有议员质询的时阵，希望能够提早。李树团是表示，回答要做投资计划书，要求2个月工作日，所以才会伫农历过年进行签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场全世界拢咧关注的川习会呢，是无讲到台湾的议题。咱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这就代表美国是稳定来支持咱台湾的。另外，这每年就换中国来办 APEC， 中国是来强调讲，台湾若准备参加，就要遵守一中的原则。也那林佳龙伊是强调讲，咱的捍卫权利，想办法来反制。川习会为触及台湾，美方展现对台的支持的稳定延续。80分钟的川习会无讲到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显示美方对台立场一致，台湾对美国绝对不是谈判条件，是重要的经贸伙伴。这一次当然没有意外发生，都是因为台美很好的沟通，不可能去把贸易谈判跟台湾去挂钩。那这些我们的战略沟通也有一些效果，在所谓的非红供应链或民主供应链上，其实台美是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我们现在逐项的在盘点要对接。另外，咱也讨论甲欧洲的交流，外媒报道，林佳龙到会访问欧洲经济局，同时派人别访北约总部，讨论伫国防甲 AI 领域合作。林佳龙对细节无言提供，敢若表示，外交部的欧洲专函咧全力强化台欧关系。基于当然跟对方国家的默契我们都会就一些讯息的处理那么建立一个共识。基本上强化对欧洲关系是我们现在外交部的重点。明年 APEC 会伫中国深圳举行，对中国外交部指台湾参加的关键伫遵守一中原则，林佳龙无法度认同。我们在去年不但是争取到平等参与的所谓中共的一个书面的承诺而是在各国见证之下，如果白纸黑字它都可以违背，那我想我们也会当然会强力的这个捍卫我们的权利。APEC 强调的是共识决，是我们台湾不同意的话，它很多声明也不能够通过。林佳龙强调，中方的附加条件已经违反承诺，台湾的捍卫自身的权利，也协调理念接近的国家来反制。记者综合报道。这公共电视的新董事甲干事的提名作业已经延超过11个月啊！即马在野党的立委呢是这个文化部长李婉，敢是咧叠这政治的算盘咧？李婉是来好人，也毋过伊嘛承认讲有影是拖伤久啊，强调这人选的拢有咧景，目前还阁差一个。公司这一届董事会已经伫5月19日期届满，因为新增当干事提名作业一直延前，现任董事依法延进到一届董事会产生为止。文化部长李婉10月中表示，过去选进困难的经历，和真侪专业人士拒绝，无想要被补救。大家有审查时间比较久一点，或者甚至于审查界我认为不适任，你就认为这是一个羞辱，这我们不能接受。你愿意收回这样的话吗？我把羞辱2个字修改成痛苦，因为任何一个人被我们选中的人，他都在他那个领域中几乎是顶尖的人，然后听大家七嘴八舌把他刷掉。好，没有面子。你愿意把？在立会万批零新闻之下，李婉将补助改造痛苦，暗过强调照规定甲经验，任期届满前半年，去年11月都启动，而且拢是家己拜会或者是敲电话定神。暗过立会林派雄表示，他如果怀疑愈侪承受政治考虑，绝对不会是政治盘算，对整个国家治理、对整个媒体治理是不对的。我觉得部长也认同这句话吧？我认同，而且我道歉，因为照理说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时间上拉的真的很长，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荒谬。唔是政治考虑，暗过时间又上久，李婉也感觉含糊。就安尼会事咧，暗过强调目前只差一人选就应提作业。我们每一个名单都跟行政院很仔细的讨论过，我会努力。另外，针对立委关志恩指出，公馆集团互选将近50票，暗过审计部报告，公司频道触达率2019到2023年为77.8%降到69.7%，花息每年了钱达到35.4亿。台湾 Plus 到10月28申报率16%，无达到 NCC 25%的规定。文化部会对有选执行甲改善提出书面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中华 KO 的政福宫呢，明年1月要来举办祈安大典，也毋过呢，这在地人煞收到这庙方的公告，讲因为做就是24当办一届，所以逐户呢拢爱出钱来办的，一道是开价3000块，这是引起居民的不满。有律师是表示讲，这庙方的做法有可能是涉犯强制罪。
中华快活的民众最近收到这张黄色的通知单，心内不安，讲有影喊呱呱。强制是较强，别且无意思啊，袂使强制的啦。好像感觉起来，这款有点像收保护费的感觉。我是安尼感觉啦，看到这个感觉哦，这很不可思议啊！大家慢慢讲，哪有人我强制规定的安尼？通知单顶面写，当地宗庙镇福宫要伫明年1月举办24年100个祈安大典。不过每一户除了爱强制领一道3000块的普渡，一个人阁爱收500块，算算的，若是一口罩4个人，就要交5000块。民众讲，虽然祈安大典是地方的老礼拜大代志，不过用强制来规定爱配合，实在是伤过无合理。意思就歹去啊！你爱写用A参加，对，因为算经费不足，用A参加。其中这应该是有啥物误会我相信讲咱这镇福宫一定会尊重跩无同款的声音。镇福宫是中华快活的信仰中心，是在地出名的宫庙。主神是雷神大帝，庙方解说讲，即届因为要办祈安大典，游行金额无够通支应活动的开销，所以需要信众来支持。卖伫后礼拜召开里面大会，决定最后的金额。一定不够的啦，一定爱个委员会提钱出来斗3工。这不是镇福宫的代志，这是路主甲头家决定的。那如果公庙强制的从你口袋把钱拿走，可能构成强制罪。如果公庙里面的人跟你讲说，因为你不缴钱，领导会死了了，这时候可能会构成公然侮辱罪。律师讲，这张通知单并无真正的强制力，民众会当莫插伊。也若是公庙真正有强制的行为，就会牵涉到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搭在云林西里的大排水沟呢，是因为挖果菜市场，所以常在有人会把这烂去的菜丝规制，甚至是讲这废弃物，甲等入去沟仔内底。时间一个久，煞变做是粪扫沟仔。即卖相关单位呢，是有设这科技执法的设备来加强稽查。不过呢，状况是敢若好一站尔。附近居民是希望讲会当加强查缉。伫西里大排下楼的水边，拢是一般粪扫，抑个烂去的蔬菜水果，现场是臭摸摸。西里大排挖近西里果菜市场，最近就有人发现有真侪烂去的蔬菜水果，抑个一般的生活粪扫，互人等咧大排。拢早时啊，透早2-3点啊，3-4点摕出来搭乌白蛋啊，拢积个啊，即摆放掉到头遮落来，那是为送药。你也去送药，迄无监视器啊，为遐查。当地民众讲，这条西里大排因为挖西里果菜市场边一个几落地农地，进前就发生有农民菜单或者是民众将粪扫烂去的蔬菜水果等咧大排，要才有装科技这块设备监控。那我们同仁巡查之后发现，都是当地的一些农民随意弃置。那我们也透过监视系统查。至今已经查获事件的行为人，给予行政裁处。用我清气安尼，较袂顶悬流落来，然后下面安尼塌啊。云林县环保局讲，若是乱弹粪扫入去大排被查到，会当依照废清法罚1,200到6,000，而且是抓一遍罚一遍。这摆也已经加派人力加强稽查，并且通知环管单位农水署加强管理，唔当让大排变做粪扫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滨南工业区呢，昨是来举办毒气灾害应变的演练，现场除了消防人员，也有环保单位以外，上界特别的就是头摆来使用机器狗。未来这机器狗呢，是会真做是灾害现场的重要角色，提高救灾的效率。无人侦检载具进行现场的初期勘查作业。机器狗仔爬起楼梯，准备进入有毒的空间。屏东的滨南工业区进行毒气灾害演练，目击有人弹汽油弹，引起爆炸与火灾时的状况，避免救灾人员受伤，就派出精检机器犬，先调查清楚。这嘛是这只高科技机器狗仔头摆使用。首度运用无人载具来进行毒灾演练。那这个机器犬啊，它的任务是进行环境侦测以及资料的收集哦。它的优点啊，在于这个毒灾现场发生的时候，它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侦测。这只机器狗仔四支脚设计，互伊会使化障碍，爬楼梯进行侦测。因为本身有热影伤含有害气体监测设备，协助判断现场的温度和浓度。伊伫水下1公尺嘛，阁会当操作。
连续行路会使使用3点钟，机器狗仔透过本身设计来徛咧，就算无适宜倒去，嘛会家己并正，遥控范围到7公里远，可以大幅减少这个第一线应变人员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也可以让决策者在第一时间精准地掌握现场的状况。环境部表示，机器狗仔由美国制造，无中国零件，确保资讯安全。目前全台只有1只，造价大约1500万，每年第2只也会交货。希望透过无人化设备，让救灾行动更较安全一时。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南投的中寮有机关是接到陈情，这民众呢是讲有一个汽机车的运动协会是拍算伫139县道的中直路来办赛车，民众呢是烦恼讲会危险，也惊少年人看到就会来模仿，所以要求县政府得爱好好管理。弯弯弯弯的山路是骑车赛车的人介意行的道路。台湾汽机车运动协会最近有去中寮找当地分局代表会船长这个单位，讲想要伫中寮往一的中直路办赛车比赛，有议员伫议会一顺的时光，接到民众陈情，烦恼伫山路赛车会危险，要求县府爱谨慎评估。不过有民众认为纠治一了后，中寮渐渐衰退，台湾活动会当带动地方发展。我感觉若办这个活动，会使带动咱地方观光的发展，嘛会使互更较侪人看到咱中寮乡。路有可能会拄到真侪做事的人、老大人，安尼较无方便。环乡道路开始拢有人咧飙车的现象，以后如果咱若开放这个竞速赛，以后咱咧飙车的现象，咱警方要安怎去取缔？南投县政府表示，目前也未接到协会来申请要伫遮赛车，若有收到申请会全面性来考虑。伊的申请，伊要提出伊的计划书，针对咱的人员的安全，甲咱遮参加比赛遮的车辆，遮安全，遮所有的计划拢爱审慎的评估。因咧农民若要进出，伊甲咱的工作人员讲，咱就当中咱就会停起来，因为咱嘛是一台放车的，咱计时嘛，咱毋是遮侪台落去竞速的。台湾汽机车运动协会强调，因伫苗栗、昆林遮个县市拢有办过计时赛，考虑到安全性，赛道按算伫中直路当中，完全拢无上车路的一段5公里的路段，也会请赛车会认证的工作人员来徛出入口。因目前是打算伫12月结合中寮的柳丁节来办理，希望做伙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发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立法院南北党团是来推动卖台这公告的年金，今仔日开始来审议啊。那也是提出20外个版本，希望讲伫12月进前就会当完成3读来修法。因那民进党团是讲这年改呢，安尼做就已经惊翻头啊，恐惊会造成无公平的问题。年金改革伫咧2018年实施，每年拢调降所得大体率，引起退休的公告人员不满。立法院国民党团指控蔡政府是错误年改，将即时打动啊，注定自旧年开始卖国讲。民众党团是讲自今年开始，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最高办审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的修法草案，那也传20几个版本。民进党团表示反对，进行调查攻防。公教人员54000、57000不够基本生活所需，那我们服务的绝对是跨族群、跨世代的国人。那劳工怎么办？老农怎么办？遇到了教职人员，就说你们是什么米虫，你们不值得，我们不可以拨补，国家会破产，基金会不够。这不是双重标准？什么是双重标准？吴思瑶讲，年改若行回头路，恐惊造成当公职轻限制。年金破产是全民承担，加深看职业者被剥夺的感觉。精算报告显示，年改已经有效果，袂用就安尼停来。罗志强是批评民进党无费无目屎吞下公务人员，因为年金改革，何可公告人员的人减一半。年改之前拿到教师证，100个有70个会进入学校，到了去年。剩下55%，少了15%的人跑掉了，
教育受到影响，学校受影响，我们的小孩都受到伤害了。张启凯讲，年金改革已经出现后遗症，所有个人拢受害，正就是无重视个人者医疗照顾，欠老师，影响学生的教育。所以除了卖国讲，政府也半步公告年金，若被这么有共识，要拼上紧12个完成3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少囝化的现象，互真侪医学生呢是无愿意留伫咧理科，就连台大病院呢嘛来开出14个理科医师的课。即马为着要来增加社会对理科医疗的这个理解，台大病院是来拍一支儿童医疗的底片，鼓励少年医生加入医科。台大病院小儿科医生护士透早就开始替囡仔治疗，因的专业互父母真放心。有一位病友福宝的妈妈分享，当初囡仔生出来无到500公克，真烦恼囡仔的大脑发育够安全，也烦恼讲囡仔敢会当平安大汉。就整个很慌乱，觉得说，一来他的周数很小，可能存活率很低；那再来就是他的体重很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养他。加在伫台大理科的照护之下，现在囡仔2岁多，活跳跳，做体操运动也真有班。比可乐稍微大罐一点点的一个小朋友，长到现在其实已经就是2岁多了，就是我很感谢他长得这么好。因为少子化，真侪医生转去别科，特别是气科、医学美容，就连台大病院的理科也欠医生，有14个课。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归到当时读医学系，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这几年一直在讲，就说，我们不要去批评所谓的直美，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所以他们才会去进行直美。我们应该创造更多儿童那年轻医师可以走的一个道路。台大儿童病院的院长表示，过7、8天就有一批新的医生退休，到时真正需要真侪少年医生来接手，所以才会想着讲要推出第1期的医疗底片，只有理科才有的风景，记录新生儿病房到动静儿童照护的场景，希望加深社会对理科医疗的理解和支持，也鼓励医学生投入第一线，做伙守护囡仔的健康。记者陈亚轩、王志讲台北报道。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参观是头一届来展出埃及法老图坦卡门墓里的宝物，就放伫博物馆的核心展区，这面积有7500平方公尺。图坦卡门法老的金名卡电火一就了更4世，伊是上有名、保存上完整、确定归属法老本人的王室状名卡，互人认为是古埃及葬礼艺术的巅峰甲上顶。在这个博物馆大厅中，有3200年历史的拉美西斯2世雕像，重38吨。本来在这个开罗市中心拉美西斯火车站的矿场，怎么变成镇馆之宝？经过20几年的等待，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The most thing attracted me, it was Tutankhamun's tomb. It was amazing, especially the mask. I want to see Tutankhamun. This is my second day in Egypt, so I want to see everything. 虽然之前博物馆有部分的区域就已经对外开放，不过1922年出土的有名的法老图坦卡门陵墓的珍宝是第一遍开放，也是规座博物馆的核心展区，面积7500平方公尺，展出超过5000件图坦卡门陵墓的珍宝文物、王座、战车、棺材、量位甲珠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6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那外岛地区20度到26度，要到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